由总统蔡英文亲身颁授中山勋章，前副总统陈建仁卸任后回归学术生活。即马听讲，伊伫去年底已经加入民进党，将是年底大选的重要角色。去跑到医院啊，或跑到检疫所，我当然可能也需要打，但是我都坐在办公室。咱们来讲就是暂时没有那么急了。但是因为疫苗也都足。他是一位国际级的学者，也是一位非常优秀、大家尊敬的政治工作者。如果他愿意继续在政治的领域一起壮大台湾的话，我相信会是大家非常乐见的。陈建仁伫专业领域表现真好，即马换跑道，民进党嘛正是讲已经入党，煞来要安怎安排外界理由，就有可能会参选台北市长，也是和台市中选台北市陈建仁做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，这个路真宽，也有外界认讲是上强的话题。不管未来路会安怎行，为何部长陈时中选台北市长，敢若有加淡薄仔可能性。也唯有尽了这防疫的责任了以后，才有资格在讲要选举无要选举啦。选举本身党嘛党的规矩伫。如果陈部长或民进党政府认为选举比防疫重要，这是他们的选择。年底大选愈来愈有选举的气氛啊，国民党、民进党拢会杀出上强的人选。民进党是拍防疫牌，选民敢会认同，时到就知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